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父亲节，要祝天下的每一个老爸父亲节快乐。若讲到老爸，一般咱传统的印象，老爸拢较严肃。也毋过即马新时代，真侪老爸嘛爱含囡仔讲笑开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即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即日就是俗，读诗有俗第4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即个俗有尊敬、谨慎的意思，另外嘛有紧急，也有警戒含义。讲一个人态度真严正、真端庄，咱讲是严肃；若恬静无爱讲话，咱讲是严肃安静，也就是肃静；若严肃的形，咱讲是肃然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拄则讲到严肃，意思是态度真严正、真端庄；第二个词读做肃静，意思就是恬静，无受到搅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出来路会看迎新娘咧闹热，一个看到新娘，气氛变作足严肃，大家赶紧肃静，唔敢搁再乌白拉起讲生笑。今仔日小解即一日读做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